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5，马太福音7章1节到20节安尼讲：毋通批判人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因为你用什么标准批判人，上帝嘛会安尼甲恁审判。恁用什么量予人，上帝嘛会安尼量予恁。三个来祈祷。爱愿无批判人，才免受你审判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至关无比荣耀的主啊！愿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尊重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！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也是满有怜悯的天父。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。主啊，你的慈爱到伫永远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代。主啊，愿承认家己常常用有限的眼光去看待别人，甚至急要批评定罪，总是袂记得家己也需要稳定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骄傲自尊，互阮用你的听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因为阮用什么标准批判人，你嘛要安尼来审判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